台中航空科技大学的学生会为着要迎接到新生，针对学校20个系来设计到奶的大图。这个专属的大图嘛将做打来学校举办各种学生的活动，上届特别的礼物。学生用奶道理开讲，联络感情。不过，这个大图有40款，拢有无同款的特色。洗头毛的大图代表美发系，料理爆炸头的人物代表餐饮系。航空科大学生会透过大图展现全校20系特色，来迎接新的学期。让大家会觉得很新奇，学弟妹可能也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科系的学长姐那么厉害。设计上面会很常使用到的 RGB 跟 CMYK 的颜色，然后就是把它设计成一个小人物的样子。学生会总召集人为7月7日开始找各系学会美宣长沟通，画好了后申请上架。学生更加将特色的大图印伫环保袋仔顶，时行搁兼实用。没有其他学校有这种就是全校的一起的贴图，它的大小刚好装书啊，或者是装水，然后平常带来学校的话也蛮方便的。大图上架了后，已经有真侪学生陆续下载使用。课外活动组嘛，趁这个新学期，和新生写问卷的方式送大图做礼物。未来专属大图将成为校内举办各种学生活动上届特别的礼物。